那个是 Google 手机、华硕手机、三星手机才有了。有时候利用那个 RCS 即时通讯的功能，还会发送那个什么诈骗简讯，要提供那个钓鱼网址，一点按的话会引诱到那个诈骗的那个网站呢，所以要小心呢。这个是网络资讯的启蒙网站。